子彈話 cut，唔夠力，我唔要你咁拍，我要你食埋去。跟住拍到第13個 take 度啦，子彈嗌收工，唔拍收工，唔拍。我今日瞓唔着。第二日我走去子彈度，我問佢：你想我點？你真係想我打落去？佢會暈，佢會聾，佢會盲，我唔知會發生咩事。佢話出嚟嘅好睇係你，我哋今次要俾大家睇我哋 Hong Kong action， 唔係就得咁多。跟住有個武師埋嚟攬住我講：你踢佢10次，佢傷10次；你踢佢1次，佢痛1次。咁結果就係打落去嘅時候，第一下聽到嘅聲就係佢氣唔見咗第一下聲，第二下就係一個骨嘅聲。砰！打完又要引翻擺翻 pose， 都未擺完 pose 就聽到子彈話 cut，OK。This is what I want， 我就係要呢啲。謝霆鋒因為我都係第一次同佢合作啦，我大概亦都知道佢個長處喺邊度。其實佢自己嘅筋絡係幾鬆嘅，咁所以我喺處理腿法嗰度咧，亦都係就住佢嗰個腿法嚟設計一啲動作俾佢。咁喺個過程之間咧，佢出嚟嘅表現其實我非常之滿意嘅。即係我覺得佢係一個其實比較黑嘅一個演員嚟嘅，即係佢一個不屈嘅精神，佢一個唔服輸嘅心嚟嘅。呢樣嘢好重要嘅，尤其是我哋做動作嘅，即係話佢唔得咧，佢再嚟個自我要求。其實我幾欣賞謝霆鋒，因為佢係一個唔怕死嘅人。即係我意思係，佢係一個好搏命、好專業、好投入去拍攝嘅一個人。佢亦都俾咗一個好大嘅衝擊我，即係大家都唔敢怠慢，因為大家都知道，好意識到今次呢個係一個好大嘅挑戰。余文樂咧就比較具有爆炸力啲嘅，因為可能係打籃球啦，所以佢腳步嘅動作咧，佢係好靈敏嘅。所以當我設計一啲雙節棍嗰時咧，我係嗰個走動性係大好多嘅，咁令到嗰個雙節棍更加活啦。因為通常你睇雙節棍咧喺電影入邊嘅表達咧，通常都係企定啊，同佢手臂嘅動作去玩個雙節棍。就係喺龍虎門入邊嘅成一龍嘅雙節棍咧，佢好多動作、好多腳步、好多步伐入邊配合個雙節棍，因為迎住余文樂嗰個特徵喺度。其實耍雙節棍係一個幾奇妙嘅一樣嘢嚟，我覺得，因為我之前係完全唔識嘅，咁亦都係因為呢部戲所以先學嘅。但係當我拍嘅時候，個要求會係我好駕馭到呢一個雙節棍，而唔係雙節棍去控制我。咁變咗呢一點係幾困難，同埋幾大壓力。同余文樂合作係第一次啦，亦都估唔到地咁有默契，因為最難得嘅就係做到石克龍同埋黃師傅嗰種兄弟情，即係我哋兩個可能係會望住個 lift 一個 lift 咧，我即係喺酒店拍緊戲嘅時候，個 lift 係一塊鏡嚟嘅，我練腳，佢練棍，練到凌晨4點，為咗拍聽日嗰場打戲，大家係刺激大家嘅信心同埋鼓勵大家，咁呢個係好少有嘅。點樣令到謝霆鋒同埋余文樂，因為佢哋兩個始終佢哋唔係功夫嘅演員啦，即係如果我話俾你知佢可以喺短時期訓練到佢成為一個功夫高手、功夫明星嘅話，我話俾你知咁係呃你嘅啫。咁我職責咧就係將佢哋嗰個潛能盡量發揮到最盡，令到觀眾去信服呢兩個演員。子彈係好有意地去 push 我哋兩個，咁我覺得係好開心嘅，因為即係等於你要人對你講真心話，或者要人對你講真話，其實好難嘅，即係要一個人去真心去 push 你，去磨練你，其實唔係咁容易。所以其實係一個好嚴謹，亦都係一個好好嘅老師。葉偉信呢個導演咧，佢處理一啲黑色嘅處境啊，描述人物好黑暗嗰一面咧，佢係有自己嘅心得喺度嘅。好明顯，我嘅風格就係好爆炸性啦，好開揚啦。咁兩個夾埋咧，就有啲火花出嚟。我拍呢部戲另外一個原因係葉偉信咧，因為我相信呢個導演，我相信呢一個好有火嘅一個人。我同導演其實雖然第一次合作，但
但係感覺好開心，因為大家嘅方向都好一致，就係拍好呢部戲。導演在要求人戲方面的一些感受，我都覺得他是一個非常重感情的一個人。雖然他平常可能不會說太多，也不會講太多，但是這種東西應該在他的思想裡。我覺得他是那種表面上不露聲色，但是實際上他的內心會有很多很多的想法，而且很多想法是非常讓人出乎意料的。石一龍，黃少虎，黃小虎，好似好猛咁喎，走啊！其實造型嗰個方面都幾特別嘅，因為又要保留漫畫個神髓，但係喺今時今日去拍，又想比較現代少少，咁最後請到張叔平同我哋設計，保留70年代最興嘅長頭髮，每個角色每個演員，甚至乎佢童年啊，所有都有啲70年代嘅味道。動作片除咗好出色嘅武術設計之外，係好需要好好嘅混音，令到每踢一腳每打一拳嗰個感覺可以發揮得更好。咁我哋音樂揾到阿 Kenji Kawai，即係做攻殼機動配樂嗰個大師啦，咁又做七劍啦。咁喺美術喺我哋嘅造型同埋音樂嗰方面，都喺香港電影嚟講都算係應該達到國際嘅水平。功夫片始終都係我哋香港電影嘅最寶貴嘅一種片種，亦都令到全世界認識我哋香港電影，影響到全世界，帶全世界潮流。我哋 show 嘅係真功夫，係最本土香港式嘅 action。我哋今次相信可以證實到俾大家睇，Hong Kong action 仍然係第一。我希望龍虎門可以係一個除咗漫畫上面嘅經典，希望會係一個電影上面嘅經典。即係好難得，而家有一間公司可以抌咁多本入去，係真真正正拍一啲高水準嘅、有創意嘅動作片，即係亦都俾一個咁嘅機會，我哋可以繼續去帶領個潮流。我可以同大家講，呢部係正統第一部嘅動作片，以前只不過係有啲動作場面嘅戲，同埋我係做好多 stunts， 好多所謂危險動作，但係唔係動作片。呢部係一部大家睇完 trailer 一定會想睇嘅呢一部戲，因為大家會感受到個氣氛，同埋感受到新世代嘅一個武打嘅 style。最期望應該係有續集，再續集再3續集。